梅艷芳嘅珍貴遺物幾乎全數賣出，但係賣唔出嘅就一件一件咁送去回收站，包括 fans 多年嚟寄俾偶像嘅書信。呢一日係拍賣物品最後取貨日子，剩翻低嘅只係擺喺阿妹屋企嘅遺物。即使梅媽講過賣唔出嘅，希望可以攞翻一件半件留念，可惜規矩就係規矩，最後一件都冇得留低。一架大貨車就送晒去回收站。fans 唔忍心偶像嘅物品俾人當做垃圾，佢哋擒入貨斗，希望執得一件得一件。遺物入邊有唔少當年 fans 寄俾阿妹嘅書信。天氣已經轉冷，小心着涼，請保重身體。祝你演唱會空前成功，事業再創高峰，fans 更加錫到你窿。物輕情意重，fans 信保存咁多年，證明佢哋喺阿妹心裏面一直佔據住一個重要嘅位置。fans 向政府提議過搞梅艷芳博物館，可惜而家遺物四散，心願未必達成。只係希望曾志偉呢一個演藝人協會主席可以跟進。據知阿妹嘅遺物仲有第二輪嘅拍賣，fans 會密切留意，隨時出手，合力將偶像嘅物品歸位，完成起梅艷芳博物館嘅呢一個心願。